论音，米呀不杀。身为我千年万语许传闻，他待我无人识过三句话，事情虽小虽生气，也无知走上不能讲。难道他另外有隐情？难道我无耻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同来三月花，啥能够嫁得娘子心中人，就是万苦情难，我也愿人下。夫人请来了么？大娘说她随就到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想稍定相公有赏，谢相公。娘子你若不，他是光辉江山路，心里真理一贯把情。到来为人愿意，我娘子是人，既称夫妻何必客气？我待他一眼睛里，他总是不必客气。哎，我这得宽宽心，哎呀，奶奶气，慢慢的和他讲道理。我自己来建议，家父常理，不见也罢。娘子此言差矣。人长交往总有礼节，虽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读诗书，通达礼义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我？此次虽请从简一礼。哦呀呀呀呀，有礼无法，有礼无法。娘子一走风风，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，仰望客厅使唤，先天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互相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何见解？娘子，你终日读书望中，只怕要门财病了。看此地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嚣张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请容在。你不是早知我不应走的吗？此外有何要事？
夫要是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遇他。今日既已到此，不必结义为王，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娘子，自来我家已有3月，可你总在愁眉不作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呀，娘子正在并无心事，在上面经书长吁短叹，岂是瞒得了人的？娘子，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也该对我说明。我也好替娘子分忧解愁啊！你可知夫人生于世，非常人有非常事，非常事有非常情，这非常情有何必知？虽然是各人事与各人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再怕难瞒我两月事，听他言语常应是，难道他话中有所娘子不必一人命，若是要猜破你心啊事，你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非心事？就让我今日全当心啊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那你就猜吧，娘子，我不是在我家起居，我是以儿女心中美子。我好比马车飞在凤凰桥，还有什么缘不是？我不是丫鬟侍奉不诚心，你父还差钱他应生子。丫鬟侍奉不差子，与我何莫共相持？我不是我娘亲对你来欺压，你心里委屈难启齿。令堂是深受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妻儿小辈十里子？我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灵媒出言有本事
你太无知，我不是你为人高峰心不活，愿若是为乡人公长贵子，荣华富贵何足惜，何必为此挂心思？莫不是另有阴间必有知，姻缘不缘太闹事。你光为是国外门子，实话不公守何子？将我云牙开苦情，难道你我必有小生并非此意，娘子休得生气。我也是失了言，望求娘子来宽恕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是难忘我两阿女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不是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人夫妻，一女在娘们是亲父母，成家之后亲父呀谁？夫妻和福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我富有时来，你岂不是？你岂有时来，我付去的，是今日你所请在为鸟事，鸟事还在就是呀你。
我远远过山峰里。娘子，娘子，世上哪有你这种奇人啊？他一回起一回闹，我静静地吃饭饭。困起来，我前世手工未收到，今世夫妻难无好。他既无情被我死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从今后，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见娘子灵隐人山神喜巧，他伤心越泪越淌，其中另有你来事。两来是他总不能相人高，我曾回望谁全家，谁望娘真的